你们说，太子长得一定是个美男子吧？啊？浓眉凤目，高高的鼻梁，哎，那个嘴唇啊，一定柔软的像甘甜的干豆糕。你怎么三句都离不开吃啊？太子的嘴如果真像你形容的那样，我闭上眼睛想想都觉得浑身发麻呢。亏你想得出来。太子的嘴唇呢，其实是薄厚适中的，他一笑的时候啊，会露出雪白的牙齿。他的笑容像春天的一抹阳光一样，看得让人心里暖洋洋的。他的眼睛很亮很亮，他的鼻子啊俊俏而挺拔，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心地善良、温柔体贴的男子。哎，我来。郑君啊，听你这么讲，你好像见过太子了。我当然见过啊，真的？上次我去上林苑扫地的时候，恰巧太子啊跟司马良娣来赏花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太子这么温柔体贴的男子，他注视司马良娣的眼神，仿佛这世上就只有司马良娣一个人。唉，可惜啊，这么年轻就病没了。听你这么说，好像你是不是爱上太子了？怎么会呢？怎么可能见一次面就会爱上一个人？那我岂不是要爱上很多很多人了？哎，郑君啊，你还记得上次咱们见过的那个萧玉萧乐师吗？我觉得他长得真的是很俊，尤其是他笑的时候，我的心都不会跳了。他跟太子相比怎么样？他怎么能跟太子的优雅高贵相提并论呢？可是我觉得萧玉真的是很英俊的一个男人啊！他微笑的时候，连太阳都会显得暗淡无光。可是他不笑的时候，我觉得更有魅力，有一种让我窒息的魅力。容貌出众有什么用啊？男人又不是花瓶，以盛装的美丽而存在着。男人啊，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，有超凡脱俗的智慧和气魄。女人只有嫁给这样的男人啊，才会有荣耀的幸福。懂什么啊？自己说。冯远啊，如果要是让你嫁人的话，你是愿意嫁给萧乐师呢，还是愿意嫁给太子呢？两个都嫁行不行啊？你找我有何事啊？奴婢是来为夫人解燃眉之急的。什么样的燃眉之急，我倒是想听听。如今太子痛丧爱妾，心意消沉，正需要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子去抚慰。奴婢甘愿担当此重任，让太子重新振作。你还是真有自信呀！我就夸了你几句，你就真以为自己有本事能迷住太子吗？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想为夫人您分忧。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，这个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孙子有云：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如果奴婢可以成为太子妃，奴婢就会为夫人效犬马之劳。奴婢不仅可以成为夫人的眼睛和耳朵，为夫人您收集消息，还可以成为夫人的嘴巴，劝说太子听从您的心意，这样夫人就可以安枕无忧。你说奴婢是不是对您很有用处呢？你知道你都在说些什么吗？你的这些话要是传出去，不光是你，就连你一家子的脑袋都休想保住。请夫人恕奴婢无礼，可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地方，唯有依靠强者才能生存。以夫人的美貌和智慧，必将明白其中的厉害。求夫人您将奴婢送到太子的身边吧，让奴婢可以成为太子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，这样夫人在宫里的地位就会更加稳固牢靠了。够了，你这些僭越犯上的话我不想听，退下。夫人，奴婢区区出自于肺腑。放肆！你以后要好好的管好你的舌头，要不然随时都会招来杀身之祸。
的奴婢，你知道撞的是谁吗？还不快叩头！这是公孙夫人，请夫人恕罪。免礼，一会儿带他来见我。是。对于这次选太子妃，你有多少把握？怎么不回答我？回夫人，奴婢自认为没有这样的福分。没有福分？是，奴婢曾经见过太子殿下和司马良娣，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瞥，可是可以看得出来太子殿下对司马良娣的情谊。现在司马良娣虽然病没了，太子正是最悲伤的时候，奴婢自认为没有能力可以抚慰太子殿下，更不能主动动摇他对爱情的忠诚。太子的爱情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幸福，同时也关系到社稷的命运。如果因为沉湎于对一个女人的思念而置社稷于不顾的话，这种忠诚是不可取的。那难道连思念也不允许吗？那太子殿下岂不是太可怜了？身为太子，在享受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同时，也必须担负起与之相称的责任，这就是他的人生。作为他的妻子，应该是和他相知相伴的知己，在他彷徨的时候给予他安慰，在他失落的时候给予他鼓励，帮助他成为一个英明果断的君主。你什么事啊？你闯到了本官的住处。周公公，我是来给你送礼的。送礼？公公莫怪。公公，我是来给你送礼的。哎呀，平常你这丫头呆头呆脑的，关键时刻还挺懂事啊。有什么事让本官帮忙啊？公公，我想求你，看在我这半夜三更送这么重的礼给你的份上，你能不能推荐我入选太子妃啊？这事儿啊，说难不难，说易也不易，关键是看你的诚意啊。不知道公公喜不喜欢？这就是你最爱吃的宝贝。啊、对，你赶紧自己拿回去吃吧。啊，我看你呀，这儿缺根筋，赶紧让你父母啊给你补上，恐怕这样在宫里你就活不下去了。快去！毛大人，作画呢。毛大人，你的画画得真漂亮。毛大人，这是我所有的饼饵了，这些饼饵都是我平日里最爱吃、最舍不得吃的，我今日都把这些孝敬给你。我想求你，能不能把我画的倾国倾城、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呀？见你这么有诚意，那就这样吧，我尽力帮帮你，啊，回去等信儿吧。真的？谢谢毛大人。那个叫毛延寿的画师啊，满口答应，他说我这一次入选肯定十拿九稳。
啊，那你都送了他什么呀？哎呀，我送了他我最爱吃的冰耳啊！现在想起来，还真有些心疼。不过为了我这一生的幸福，我想付出也是值得的，是吧？总之啊，你也别指望他能帮你办成什么事。我觉得他大概是糊弄你的吧。那不可能，他要是敢糊弄我，我跟他拼了我！哎，你送他什么呀？我才不干那么不光彩的事呢，赢要赢得体面。哎，小军啊，我突然吧觉得心里不大踏实，要不然你陪我去看看，看看他把我画成什么样了。这是什么嘛？这是我吗？这明明是一头……你收了我的鸡皮，你怎么把我画得这么丑呢？你给的那些廉价的礼物，我把你画成这个样子，已经很对得起你了。这是谁呀？在家人子里，我怎么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？人家给了1亿金子，我当然得把她画成天仙一样，这是明码实价。你不知道吗？毛延寿，你太欺负人了！你还我的冰儿！你还我的冰儿！我要撕了你这些昧着良心画的画！哎呀，你这个疯丫头，你敢撕我的画！我要禀告公孙夫人治你的罪！哼，你闭嘴！我们才要告诉公孙夫人你是怎么欺君罔上的。到时候，我们拿着画像和真人一对比，看看到最后受惩罚的是谁。我的画！哎呦！哎呀，天哪，太坏了！这么坏的人，不绣了，不绣了，不绣了！阿元，不绣了！阿元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在跟谁生气呢？啊？为了入选，他去给画师和着水人送礼，谁知道被呛了一鼻子灰。随他去吧，发泄完了就好了。可是发脾气又有什么用呢？那你说怎么办啊？你们长得都那么漂亮，万一你们都被选上了，把我一个人留下，我怎么办？哎呀，选妃子又不是画师和着舍人说了算的，不是还有公孙夫人吗？公孙夫人，我哪能跟她说上话呀？她肯理我吗？再说了，我一看见公孙夫人，我就吓得直哆嗦，我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你说我还弄她干嘛呀？我扯了她，我不想，别想了。哎呀，你现在扯了她，你以后会后悔的。你这个人做事情怎么总是轻言放弃呢？你们根本就不明白我。阿元，阿元，公孙夫人，我求你了，求你让我成为觐见太子妃的人选吧！我一定会让太子喜欢我的，我一定会安慰太子受伤的心的。求求你了，只有你能帮我。哪来的放肆丫头？你以为什么样的女人都能接近太子吗？我知道，我长得没他们好看，可是我的身材绝对不比他们差。不信，不信我给你看啊！他们都不知道。公孙夫人，我从来没有给他们看过，我只给你看。干什么？阿元，啊，你疯了！你这是干什么？哎呀，公孙夫人。事已至此，我只能按照规矩将你逐出宫去。啊！你回家好好闭门思过。公孙夫人，阿元少不更事，所有的罪过都是我的，请你饶恕阿元吧，公孙夫人。啊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公孙夫人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无礼冒犯你的人是我，破坏规矩的人也是我。夫人，求你了，你可千万不要怪罪郑君，要罚就罚我吧。行了，做错事再痛哭流涕有什么用啊？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吃的，
所谓宫廷，就是法度森严的地方。如果可以任由心性恣意妄为，还有什么神圣可言呢？夫人圣安。我给你个机会，让你证明你向我说过的话，剩下的就得看你自己了。希望我没看错人。张婕妤夫人推荐的是廷芳阁的佳人子傅瑶，虽然她出身贫贱，但是人才出众，善于歌舞，又精通音律，这正是太子的爱好。所以说，佳人子傅瑶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后宫八区人选已定，皇后殿下那边，皇后殿下非常关心太子的婚事，所以这次特别推荐了2名。他们是廷芳阁的佳人子王政君和冯源。太子妃的地位非同一般，才貌固然重要，但人格品行更是关键，因为她将要辅佐照顾的是未来的人君。入选了，再也不用做佳人子了。再也不用做佳人子了。真的吗，郑君？哎，郑君啊，哎，你来，你快掐我一下，掐我一下。我真的不是在做梦。啊，我还以为我入选不了呢。我说你能行的，你就一定能行的。哎呀，坏了！我的祭品呢？我把祭品给捡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那怎么办啊？来不及了，现在做也来不及了呀！郑君，你帮我补的吗？以后别再这样毛毛躁躁的了。知道了。郑君，你真是我的好朋友。有你这样的朋友，真是我一辈子的福分。阿勇，阿元，哎，祝贺你啊！不过现在说成功还言之过早，我们只不过得到了觐见太子的机会而已。我好不容易入选了，高兴高兴还不行啊？一定泼我凉水。有句话不是乐极生悲吗？我是好心提醒你的。谁说不会？你们2个都少说几句吧。你看，昭君在那里一句话都没说呢。哎呀，我们4个，唯独她一个人没有入选，她是不是特别难过啊？肯定的。昭君啊，你要是特别难过的话，就哭一哭吧，哭出来就好了。昭君啊，你要是很伤心的话，也不要想不开做傻事啊。人各有志嘛。既然我没有当太子妃的命，那么老天爷一定对我另有安排。我没有什么想不通的。与其无精打采的过日子，倒不如自得其乐。是不是？我才不吃呢，你也少吃点。哇，郑君，这块菱纹软起，好精致啊！哇，你绣的珠玉圆纹怎么比别人的整齐漂亮呢？郑君，你的手也是10个指头，我的手也是10个手指头，怎么那么不一样啊？哎，你为什么把它绣在枕巾上啊？因为珠玉圆纹能赶走邪气，带来好运啊。听说太子现在忧思过甚，我希望他有了这块枕巾以后能够安寝入眠。你的心思还真是周全啊，这样的话太子殿下想不注意你都难了。我怎么吃都不饱啊？不行，不能再吃了。我要是再这样吃下去，肯定会吃成一个大胖子的。我可不希望太子将来见到的冯源是个胖丫头，他肯定会不喜欢我的。
对吧？陈俊，求你给我帮忙，你帮我把这个冰耳盒好好的保管起来，千万不能再给我吃，行吗？那好吧，那就先放在我这儿吧。你想吃的时候再跟我要。不，我再也不吃了，我坚决不吃了。我现在啊，离皇后就只有一步之遥了。离皇后不是还有几步之遥呢？我一定要坚持。平身。你做的香囊非常不错，在所有的香囊里，这是我最喜谢太子，请用。那。今晚的月亮好漂亮啊！从入宫以后，日子过得很没意思。我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看过月亮了。每天闭上眼睛，再睁开眼睛，又是新的一天了。因为每天劳作得很辛苦，所以也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。其实我小的时候啊，就发誓，将来一定要住进宫里来，过富丽堂皇的日子。你呢，郑君？我当初进宫完全是因为我的父亲，后来我碰到了你们这些朋友，所以我现在不觉得很孤单了。郑君啊，那天在公孙夫人那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唉，你比我勇敢，也比我聪明。这个世界上，也许正是因为有你这么聪明能干的人，才有我这么没用的人老闯祸。可咱们俩居然能成为好朋友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唉，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，到底谁会成为真正的太子妃？不知道。虽然咱们两个是好朋友，可也免不了要一争高下。这个世界怎么那么残忍啊？
的是只有贵夫人才能坐的平车啊！如果我们可以成为太子妃的话，以后就可以天天坐平车了。真的？对呀，我真是太紧张了，也不知道一会儿见了太子该怎么跟他说话。我做的极品，不知道他喜不喜欢。哎，郑君，让我看看你做的极品吧。自从看完你做的那个枕巾以后，我老觉得我这个特别丑。太子不会在意极品的，而只会在意做极品这个人的这份心意。哎，对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不给你看一下，就是看一下嘛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啊，搁哪儿了？啊，搁哪儿了？怎么会没有了呢？真的假的？我早晨的时候，明明是把它放在我的衣服里面的呀。不是吧？你平时是很细心的呀，怎么这个时候怎么极品丢了呀？再找一下，丢在哪里了？你是不是记错了，或者是不是还在住处，还是走的时候掉在地上了？哎呀，会不会啊？那你也不要回去找了，现在找也来不及了。再说现在咱们的评车都来了，要不然你就别送极品了，反正也没关系的。对啊，郑君。卓公公，奴婢的极品突然找不到了，请允许奴婢回去找。这都什么节骨眼了，你还在这添乱啊？行了，你回去找吧，速去速回。是。你们赶紧按次序上车吧。是。走吧，我们等他也没有用啊，他找到自然会回来的啊。他能赶上吗？能。朱公公，郑君还没回来呢，咱们等等他吧，等他回来咱们再走吧。胡闹！我能等，太子能等吗？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佳人子耽搁了时辰，太子怪罪下来，谁承担呢？你个丫头不知深浅，闭上嘴，赶快上车。快呀！你要是不等郑君，我也不走了。那你就别去了，你本身就是来凑数的，拼了命找了这么一个机会，拱手送给别人，随你的便吧。啊！出发！郑君，你倒是快点儿！郑君，我们还真是有缘呢。你为什么会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啊？来，怎么还是不肯开口跟我说话呢？我这个人就这么讨厌吗？也不算太讨厌，不过不太讨人喜欢。之前我所听过的评语都和你说的刚好相反。只要是女人，通常都会喜欢我，还愿意把我作为他们的知己。知己应该是善意和诚恳的，我从你身上完全看不到这两种品质。你倒是很善于攻击呀。如果你去打猎的话，会是一个好猎手。我对打猎没兴趣，谢谢你的手帕，我该走了。哎，这么着急赶路去哪里呢？如果你不觉得冒昧，我送你一程好不好？好啊，你能不能送我去太子宫啊？你为什么要去那里？你好像不是太子宫的侍女。因为今天我要去参加太子妃的评选。哦，
原来是要急着投入太子的怀抱啊！你在胡说什么啊？那你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做太子妃吗？我希望能够为太子殿下做点事，像他那样温柔的人，不应该生活在痛苦之中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用身体劝慰他？你一定要侮辱别人才觉得痛快吗？哎，跟我来！放开我！如果你还想去太子宫，就跟我来。放开我！你们干嘛？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呀？谁还会想碰你这种受伤的猎物啊？哼！换上。他怎么还不来啊？来不及了，别等他了，赶快走吧，走，走吧。卓公公，王政君在何处？为什么看不见他？回禀夫人，现在他大概还在路上。如果他能够找得到路的话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是他自己把极品给丢了，非要回去找，这怪得了谁呀？要怪只能怪他自己运气不好。难道就不能等他找到再上路吗？公孙夫人，这宫里的规矩，岂有让主人等奴才的道理？一会儿你就把这个作为极品送给太子。不过你要记住，千万不要提清楚。如果太子问你这梳子和衣服是从哪来的，你就说是避雨的时候经过一座宫殿，在里面找到的，让他以为是天衣，知道吗？来，走吧。随我进去。哎呦，你看怎么残忍啊！是，你就是每次去处理。郑君，才来啊！我快急死了。头发乱了没有？没事没事，挺好的。你老不来，时间都快被我拜反了。韩仁秀，你哪弄的这么名贵的衣裳？我等一下再告诉你。跟我还是神秘秘的。
两只不一样的思虑啊！真是怎么办呀？没关系，把裙摆拉下去盖上。怎么办呀？太子见了肯定会笑话我的。别说话。皇后殿下、太子殿下驾到！抬起头来，既然你们经过层层考验，才能走到这一步，就要将自己最优美的体态、最真实的性情展示出来，这样才能博得太子的喜爱。先将你们各自的礼物呈给太子殿下吧。太子，不要对别人的礼物视而不见，就是讲究礼节，也得有所表示啊。这把梳子是谁送上来的？哦，是奴婢送的。你上前来。是。周兰，你是何人？为何穿着司马良娣的衣裳？